提醒民众，对待公共的物件，千万都要有公德心。亲像呢，台南市文化局是伫市区的巷仔内来设7只巷仔鸟的这个雕像，也毋过伫大井头这只呢，煞互学生囡仔无细力甲弄歹去。另外一边，上领巷仔内黄铜所做的告示牌，嘛互人甲偷摕去。这文化局是强调讲，这是市民共同的资产，目前已经报警查。 伫台南街巷内底，即阵有7只用虎城古地名做主题的巷仔鸟意象雕塑，请真侪游客来遮翕相拍卡。毋过却传出有雕塑互人弄歹去，甚至这伫上岭这个所在，用黄铜古地名做的告示牌，互人偷摕走去。我叫做的这个巷仔鸟咧，真受欢迎，真高最后即摆踩伫大路边，毋过这边煞吼这铜牌做的这个告示牌嘛，互偷摕走去。好看的，我行过拢有当时也有咧注意啊，当时用它嘛唔知。 那一两礼拜啊，一两礼拜。我觉得整体上来说，可能我们还是要呼吁，就是可能向市民去多广播一下这个东西，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在这里，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去保护它，可能做一些更多这样子的教育。在地乡亲感觉偷摕这告示牌无妥当，其实巷仔鸟是台南400活动摘出来红仔，这回文化局规划活动，分别甲巷仔鸟放伫大西门、大井头、大东门、顶府城古地名路线顶面。初步观点受损状况，大井头的雕塑是互学生无细力弄着歹去，那学生当时有主动报案，上领的部分目前已经报警处理。 不管今天巷仔鸟出现在哪里，做了什么样子的指派的任务，那都希望呢，其实大家可以用欣赏，好好的跟他拍照，或者是跟他做一些互动，但是千万不要拿巷仔鸟身上的任何的东西自己带回家，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。 文化局强调，巷仔鸟是艺术家参地很共同完成的公共艺术。每一块黄铜牌有台南独有的历史甲空间的记忆，嘛是市民共同的财产。这按算等到明年10月，文化局讲，若民众发现有受损，也是告示牌佮无去，会当主动通报文化局。因希望透过市府甲民众，做伙来守护街头的好风景，卖互公共艺术佮受到迫害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